规个台台中市哦，行业每社会有40上万国家，加上下来的4年，希望人为来做台中市长，同时伊对客家运用的个影响同想法呢，我哋今日来访问呢，都系国民党提名的，伊也系想要来竞选连任嘅台中市长胡志强市长，你好。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其实台中整个大台中市，客家乡亲最多的就是旧台中县。东势、石冈、新社、和平这边，那在台中县市合并之后，您是不是有比较多机会可以走访这些客家乡镇？那您对那边的印象是什么？又觉得在地的需求是什么？我在没有就任大台中市长之前，就常常跑这些地区。我对东势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用客语可以通的，大埔腔的客语。几乎是通行语言，大部分人讲客家话，然后可是它的建设呢，却没有办法顺利的推动，因为它受到水源地区的限制啊，它的发展比较慢，所以它城市没有办法做很多盈利的事业，啊，那因此东势镇公所现在的东势区公所负债4亿，因为负债还不了县政府，所以补助款就被扣，这样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那我心里非常不能接受这个状况，这样子等于牺牲了客家文化成长的机会，因为它是一个主轴、主力，一个大轮子在那里可以推动客家文化。所以我上任以后更是马不停蹄。凡是3城、东势、新社、石冈有大活动，因为这几个区都是客家人比较多的地区，我有心要把它变成客家文化的精华地区，因为这里的自然风景都非常好，客家人也很朴实友善。可是长期以来，在台湾想到客家，新竹苗栗，没有人想台中。那我们以这个集中区来讲，人这么多，为什么不能发挥一点特色，好好把它建成客家文化的精华地区？我大概1年，你可以问区长，去东势1年只有12个月吧，我大概最少去10次，最少，我没有算，因为常去，1天去2次的记录也有啊。2天去3、4次的记录也都有啊，然后东势的建设，我凭良心讲，我一上任就吸收了他的4亿，而且我对他的补助比以前多到3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很可以好好发挥，所以我不但跑得多，我让他没有债务的负担。而且我增加给他的经费，所以看3城的发展，有的时候不能只看我们的客委会花多少钱。客委会是一个新设的单位，预算不多，但是市府整体大概在3城所拨出来的文教建设经费，比以前大概成长3倍以上。市长，您提到这个文教相关的经费，很多乡亲会关注的是很难免硬体方面的建设。那在您这一届的政见里面呢，您有提到的很重要一部分，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就是您本来想要建一个圆楼的客家园区。那其实这中间圆楼它引起蛮大的争议，有些人觉得它不是台湾在地长出来的客家文化。所以现在好像也确定不会以圆楼的形式来建。那现在这个客家园区，在您的构想有什么其他的改变吗？现在进度如何？圆楼是客家传统文化居住方式之一，然后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很独特的一部分。台湾没有，只有在大陆有。那因此，我们想让客家的年轻人知道他的先人是怎么样居住，
元楼文化也只有客家人有，所以我当时就很想盖东市第一个客家元楼，所有的建筑都是仿古复古，但是里面要有现代科技，甚至于冷气啦、其他的做法啦。可是当时我还请了一个代表团到大陆去考察，回来提出报告，收到很多资料，我也送给叶局长一份。但是后来台湾有别的地方说也要盖，而且会比我们先盖好，那我觉得一窝蜂就没必要了嘛。我的用意是让客家的新一代熟悉他的祖先生活的方式。那如果别的地方在盖，我何必盖一个同样的呢？第二个呢，或者何必比来比去呢？因此我就是有一个很开放的心，没有说不盖，只是盖不盖我尊重地方。你还想盖？现在看来，当时放话要做的根本没做嘛，根本也没有推动，也没有进展。据我的了解是这样子，我们要盖客家多功能园区，也就是本来要盖元楼的地方，土地拨用已经完成。国产局把这个地已经拨给我们，所以我们还算是有进步的。你晓得，一个土地拨用大概就要1-2年，所以我们在过去的3年半当中，花了1年到1年半，1年去规划，因为你要提计划才能叫人家拨用嘛。现在拨用也完成了，由我们管了。现在是客委会管还是你们管？客委会管。客委会管，不是你们管，对。那已经变成市政府在管了，而且我们也暂时开放，以前都锁起来了，现在暂时开放，让东市的乡亲，这是叶局长的意见，我们就预备要做了。现在才真的问题来了，到底做不做元楼？当时决定不是一定要做，是因为有别人认为他2年就可以盖好，而且也宣布了，结果到现在没有进展。现在我们如果确定1年的设计，然后同时明年编后年的预算，我觉得后年就可以动工。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可能，我没有排除过，我从来没有说不盖。可是它的反弹其实还蛮大的天下在台湾，我也不要说天下，政府做什么事没有人反弹。你给我举一件。所以政府做事，凭着规划，凭着智慧，凭着责任，凭着良心，反弹的人不一定多，声音都会很大。反弹是不是要被我们忽视？不是。我不盖也不是因为反弹，因为现在你做什么事没有反弹？现在我台中市的街上每一天做 BRT 的人将近5万人。可是还有很多媒体骂呀，台湾有哪一个新生事物，从台北的捷运到高铁，没有被骂到体无完肤？哪一个小孩是用骂以后会变好？不过我们要学着变好，台湾就是这个环境。所以你跟我讲造成反弹，哪一个是没有反弹？请你告诉我，我在政府这么久了，反弹。批评，如果有道理，我们改；如果没道理，听听就好，还是给他尊重。但是，我请问你，批评你的人常常骂，如果你能改，到最后谁获益？能改的人会进步啊！一天到晚批评或争议的人不一定进步啊，市民会得到好处啊。这就是我的哲学。这个多功能文化园区，如果以之前一开始的预定是大概会花将近14亿的经费，那其实这也是很庞大的一个经费。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检讨，怕盖了一个硬体的建设又会变文字馆，有没有可能它是活化东市现有的客家文化园区就好了？它又可以省钱，又可能不用
市政府在花那么大精力去维持一个很庞大的建筑？台东市的财政是全国最优秀的，您可能不知道，在国家中央政府要保三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只有工商普查的结果，还不算农业哦，就是产业加服务业，平均是9。所以我们在水南这个计划里还会有收入将近1000亿，我们在花博里的评估还可以收入500亿，所以我们会把算盘算得很好啊。台中市为什么财政这么好？因为我们算盘打得很好，我们做建设下去，就是要在财政上不但自给自足，而且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做更多的建设，包括基础建设，公路、铁路。那个在批评的人说，把旧的就做好了，新的不要做，17亿太多了。他知道我们的财政规划吗？他不知道啊。那您要不要说说，就是这个多功能文化园区，它大概会有怎么样的功能？希望它以后可以提供。现在没有完全规划好，它会帮助我们让东市成为客家文化的精华。它的规模和内容会超越现在的客家文化园区。它除了彰显客家文化之外，当然还可能是个圆楼，我没有去干预。它对东市居民的生活、运动、文化表演，它是多功能啊。请问东市有一个很好的大的表演场吗？好像没有嘛。有个好的展览馆吗？大一点的，好像没有嘛。因为台东的原因，东市的进步停滞在以前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进步嘛。那我作为一个市长，想让东市进步，变得不一样，负面的声音这么多，甚至于讲出来旧的改改就好了，新的钱没有，何必浪费钱？还讲出文字馆这种话来，我也很想请您指教，吴小姐。在我的任内，已经超过10年，有一座文字馆吗？好像没有哎。所以要批评的人可以从负面讲很多意见呢。我要求我的团队对所有闲置的空间都要规划，没那么难啦。你不用心，它才闲置啦。我做一个 BRT， 预备一天坐3万人，现在挤到5万人。我刚才讲，我最大的忧虑是拖到年底，一天8万人要坐，我怎么办？好像台中没有文字馆吧？很多人的传统印象是地方政府都欠一屁股债。台中欠多少？你晓得吗？几乎不欠债。我做每一件事情，包括公路、铁路，几百亿的、近1000亿的。我刚才告诉你，未来4年我的收入会超过1500亿。我有了钱才敢算支出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事实啊。当别人用几乎不存在的理由一直在攻击的时候，我会听，但是我该改的时候我会改。我要坚持说，我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已经把台东建造成这样一个进步，然后又财政健全稳定的城市。那批评的人在哪里？我不知道。那对于客家文化，就是除了这个会很重要的可能会做的这个硬体之外，您对客家文化跟语言的传承，在接下来4年，如果您继续连任，您有什么样的想法要继续来做？我觉得把我那一句话画龙点睛，就是把3城地区以东市为主啦，新社啦、石冈啦，还有部分在和平啦。变成客家文化的精华，我真的不服气耶！讲到客家文化，就是新竹和苗栗，对不对？这是刻板印象啊。我们有45万人呢，对不对？
山城地区超过20几万人了，很可以在这个用心规划和经营之下，变成全世界客家人的一个精华。我一再讲这个字，你不来你会很后悔。为什么要做一个圆楼或现代化的圆楼？不失古趣，就是以前古时候的考虑和形状都维持，但是生活是现代化。然后里面怎么规划商场啦、食品啦、展示啦，甚至于民宿啦，让客家的小朋友来住他的爷爷阿祖以前住过的环境啊，这些构想你觉得不好吗？我想我也不要逼你，好像表态，但这些构想在台湾都没有人做啊，所以当时我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提出来了，因为地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能编经费，也不能规划。地的问题去年解决了嘛？现在在做地目变更。对呀，已经花了2年，终于解决。因为要从中央要一块地也不容易啦，也不少钱，我们要无偿拨用。这个精华是从这一个多功能文化园区来出发，那感觉就是要做啦。不是从多功能文化园区出发，从山城的客家民族人口文化出发。所以它会是你去盖一个东西，那个是冷的。东市的客家文化从唱歌到艺术表演有多兴盛，我去参加过客家歌谣唱这个表演班，不是练习班呢，每个礼拜聚会1、2次的妈妈呀，这个我都去过，看到他们的热忱啊，当然他叫我也要去练唱歌，我是没去了，因为我歌声很难听了。不能破坏客家美誉了。真正的重要的是人和文化，硬体是配合，不可能靠一个硬体改变山城的形象，但是硬体和人及文化特色结合起来，光有人和文化特色，连一个好的表演场都没有，也不可能变成精华。精华还包括你在那里吃客家菜要全世界最好，这也不能靠我，这个要靠地方，不管农会啦，还是地方人士好好去求进步。所以客家文化的精华，那才是活生生的一个社区或者人。客家不可能靠一个建筑把它变好的，那才可能变成文字馆。没有人怎么会好？如果我们讲到这次的选举的话，其实您主要会被，像刚刚我跟区长聊天有聊到，其实您主要会大家会有提到的，可能您做太久这件事。那您的对手在客家的部分呢，其实他也会提到说，像客委会。台中市客委会，它的预算要从6、7万变成1亿，那也会有客家的发言人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您对他的政见，还有他所攻击您的部分，您会做怎么样子的回应？我觉得这个公平一点讲哈，你要问我客家文化，我负责东市地区的工作才3年半，县市合并才3年半，这是第1任。依法我可以做2任，这个叫太久吗？我等于在答复你，对于台东县来久，没有什么做久的问题啊，对不对？这很清楚就看出来了嘛，这个不是问题嘛。第二，好，把老台中市再加进来，做了8年、9年，好，现在12年多了嘛。那我请问你，做太久真的是那么大的问题吗？任何一个民主素养的人、民主素养的人都知道，民主政治中有一个东西叫做选举。你每做4年要选1次，做不好下台，做得好连任1次，做的民众可以接受，再鼓励你1次。我连选赢3次，既不是官派，也不是站着不走，是民主政治的结果。所以做太久，
拿来当做一个攻击的理由，我觉得那是找不到别的理由了嘛。你找不到我政策上的错误吗？我做了12年多，我没有做坏事吗？好像找不到嘛。那做太久是选民给我做的，是我霸占吗？那你为什么不说我有民意基础呢？请问连选赢3次，连赢3次是缺点还是优点？稍微仔细想一想，就觉得攻击这样的事情的人，对于民主价值真的了解吗？讲得很简单呐，就是说很多年轻人会讲说，哦，对，我该换人了，做太久了。应该这样去引导一个选举的话题嘛？我觉得有人会回去跟自己太太讲，做太久了，换人，或者跟爸爸妈妈，或者跟兄弟姐妹，有些事情有一定的特质嘛。台中市是因为升格嘛，对于公事来讲，我才做3年半嘛，那也要混在一起喊做太久，做太久真的是罪过吗？我刚才这样解释，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听得懂。那你故意往那一方面引，那几乎是不重视民主价值嘛。连选连赢3次，我只有一个想法，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你觉得呢？对不对？然后出去讲经费太少，要加，我要设发言人，我觉得讲都很容易啦。问问客委会的主委，他的经费有没有在增加和够或不够用？而且客委会的经费，刚才我一开始就讲了，它是对于客家特色啦某些计划，对于整个东市我们的建设花下去，大概都不止10亿、20亿喽，对不对？那这个也不谈，然后到每个地方都开支票，我觉得也不是民主政治里面的好现象。好，非常谢谢市长接受我们的谢访问。谢。今日见面访问的是民进党提名的台中市长常胜议，也是现任立委林佳龙委员您好。客家乡亲大家好，我是林佳龙。谢谢。台中市其实有将近44万的客家乡亲，其实蛮多的，很多。尤其东势、石冈、新社、和平这边，还蛮多乡亲知道这边是蛮有名的中部客家庄，尤其是很多大埔乡亲，我们会对。您这样子走访，您觉得台中市的客家对您的印象是鲜明的吗？台中可以说是客家文化非常丰富的一个城市，那尤其刚刚提到就是说，大埔腔。好，在这个台中市，我想在台湾的这个客家腔里面，以大埔腔为主，也是蛮特别。这个语言又产生它特殊的一种生产活动，那文化，跟很多节庆，所以是丰富台中作为一个文化城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未来如果您当选市长啊，您觉得台中在地的客家文化的传承跟发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其实现在。客家还是主要要以语言的一个怎么样去保存，跟能够教育下一代，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没有了语言，没有在生活上去讲这个客家话的话，那其实就会变成是只是博物馆，或者是墙壁上的文化。好，那必须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是想说，透过市政府可以做的包括比如说在比较客家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像东势、石冈、新社，可以设这个客语的示范的幼儿园，好，就是说让一些小孩子也可以在幼儿园的阶段就用客语跟别人互动。好，另外当然就是说，我也希望利用地方的频道，包括我们的这个有线电视频道，能够制播一些客语的节目，跟在地比较有关的，
当然跟客家电视台也可以有很多的合作，还有很多的广播节目。我觉得让在生活上听得到客家话，看得到客家的这一些节目。另外就是当然在市政的经营上面，我们也希望有客家的这一些就是窗口，甚至我们发言人里面也必须要有人是熟稔客家话。平常的市政的推动就可以用客家作为语化这个媒介。那另外大概就是因为客家现在的一个文化啦、产业啦、生活或者跟节庆是比较脱节的，比如说缺乏整合行销。像很多人可能不清楚，就是说台湾的这一个整个建筑啦，或者是这个营造还有木业跟所有的这些就是家具，其实是都供奉这个所谓的巧圣先师，是鲁班公。那台湾第一个巧圣先师庙280几年，就是在东市的巧圣先师庙，就是鲁班公。那这个每一年的5月7号，就是5.5端午之后的隔2天啊，就是他这个做寿的时候。所以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客家文化跟宗教信仰，还有跟产业，也就是说，比如说东市过去的这个林木业，是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我们台中的，包括木工机械相关的这些家具，还有整个建筑产业。那这个就是可以做更整合性的行销，把宗教跟文化跟产业跟观光旅游做结合。另外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其实大甲溪跟大安溪是孕育客家文化很重要的溪流，那它从山到出海很丰富，那我就打算说以大甲溪的这个流域做一个就是观光文化季，就是1年4季把大甲溪串联起来，从上游的这个樱花钩吻龟，在七家湾，然后经历了怎么样的客家庄，里面的产业文化，各种的景点，然后一路一直出海，到这一个比如说这个后里外埔，其实甚至到大安大甲也都还有很多客家人，因为苗栗非常多，就是移入到台中，都在大安溪跟大甲溪的流域。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用河川去串联很多的客家文化跟台湾的多元文化，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观光旅游的一个活动，那这个会创造在地的经济跟就业的机会。我记得您之前在您的客家政策里，好像还有提到一点是，台中市的客家事务委员会它的经费要增加。像我自己做过政务官，我知道讲了再多好听的话，你没有反映在预算上，那等于废话了。那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这个很清楚，在推动政务的时候。所以我当了台中市长，我有去算过，现在客家委员会它只有1年6000多万的预算，你再扣掉人事跟一些日常性的支出，没有什么可以办活动。而且即使办活动，你发现说都是变成就是说千篇一律，都是装一个一样的舞台，然后同样一个主持人，然后很奇怪的这一些就是说错乱的组合我就觉得那个文化的那种特色，你必须从那个空间，从那个整个就是说环境的营造，就必须是那个感觉，那个我们讲那个氛围啦那所以一方面我有承诺要增加台东市政府的客委会的预算，那我也甚至希望说集中在就是能够重建或打造客家的这个文化的建筑跟街道，所以我有表达说1年会编1亿，就是集中在某一条街或某一个空间，然后让它能够再造，而不是说把资源然后就是天女散花，或我们最常看到现在的地方政府都假客家文化的推销之名进行绑桩分配资源
都用传统的方式去动员客家，这一个这个人的这个社群，我觉得应该是帮忙系统性的，然后很完整的，它做出一个特色。好，比如说1年1条街，好，然后整合行销，然后预算到位，好，然后让它产生特色。我觉得这个就是会产生示范效果。啊，比如东势或石冈，好，我们各先挑1条街，那一任4年，我们就4条街都把它做出特色。您提到就是，当然很多事情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那其实这阵子很主要，您跟您的对手在政策上面的攻防有很多。您其实主打的，如果把它归成主要2个，大概是交通，另外一个是社会住宅。那当然您的对手会说，钱是要从哪里来？台中市就是因为县市合并升格嘛，一方面基础建设应该赶快做起来，好，不管是大众运输系统。如果没有捷运，那你至少公车的路线班次要多，好，然后时间不要就是拖班。为什么？因为县市合并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缩短城乡差距，也就均衡发展。那台中市会塞车，但是对台中县的某些地区更连公车都没有，所以在比较偏乡的地区，尤其我们客家庄，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的亲人要去就医，他可能就是很不方便，他要另外找交通工具，因此可能就会延误，所以除了医疗资源怎么样能够到偏乡多一点，另外也要让他们进城方便一些，这个就是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就说交通不是只在解决城市中心的人，而是让城乡的流动比较畅顺。一方面就不用大家挤在都市里面住在7期，那个住不起。然后，但是你住在郊区，交通很不方便嘛，你就会增加成本，包括你上班、就学或去找医生，所以这些成本都是由住外围偏远地区的人要来承担，这个是很不公平的，这个是劫贫济富啊。越住在市区，生活机能好，什么服务都以他们为主，在偏乡。包括我们客家庄，那就是很辛苦，所以我认为说，未来市政的重点要把资源做比较拉近城乡距离，然后跟贫富差距，还有世代之间的这些不公义，所以这是交通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当然住宅，住宅就是说，台中现在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豪宅价格一直攀高。可是又空屋率是全台湾最高，那很多人他要工作，或他必须要去求学，或者是说他生活上的需要，你没有让他就近能够住到他比较适合他的平价住宅，所以我有提出说，台中市不是没有地，我们市政府有很多重划的底废地，好，教育部的学产地。还有很多国有财产署的公有地，那只要拿一小部分来盖社会住宅出租，那设在比较交通便利的地方，或者是工业区或学校，或者是就是说一些卫星城市，那这个样子就让青年跟劳工他住得起，他可以专心去工作赚钱，也许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然后他敢生小孩，他有办法把父母搬来一起住。这个都是人存在除了是赚钱的工具之外，它其实是有生活上的很多作为一个人基本的需求。我们的城市是不是供给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呢？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贫富不均，那就是豪宅就是一直盖，但是空屋率又很高，这个就是必须透过社会住宅来解决这些居住正义的问题。这个预算上面的分配，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要照顾比较偏远地区的居民，就算譬如说我们说牵自来水的线这些，其实它的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它也造成说，当然有一部分是政府可能比较偏重发展都市，那另外一部分也是偏乡地区，它的确需要比较大的成本。那您觉得就是乡亲会觉得一直不被照顾，是因为政府做得到没有做吗？还是它的确就是有困难的？
政府的发展思维跟策略错误啦，他认为大饼是有限，那零和的，所以我就照顾城市而忽略乡村，这是错了。只要城乡能够均衡发展，好，它其实是会多赢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按照我的构想，台中市能够把铁路的山线跟海线串联成一个环线，然后变成高架捷运化，那很多的场站啊，旁边就可以盖社会住宅。那边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在往外围到农村地区就比较近，就是变成好像一个珍珠项链，好，那有很多的珍珠，然后串成一个环状的项链，那你就不用一定要住在市中心啊，但是你交通很发达，每一个场站就可以变成商圈，也可以变成很好的住宅，好，这个都需要有新的一个都市计划的思维。好，另外讲说社会住宅会不会赔钱？其实现在政府的住屋政策的补助，如果一个家庭4000块，我们盖社会住宅会少于这个补助款。怎么讲？现在胡市长他在当市长，他任内卖了将近1000亿的土地，好，就是说卖掉就没了。那我们这土地如果一部分不要卖掉，我们拿这个土地去银行融资贷款，就可以来盖社会住宅，那你就可以收租金，然后这个地如果在好的地段，以后可以养地，你的价值就一直增值，然后等到适当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可以换地，我们把在就是说精华区的地再稍微又卖掉，我们又因为交通的关系，有其他的偏远地区因为交通便利了，又可以呢又很容易来换到买到，好，就是成本比较低的地，然后又多出来的钱又可以来盖社会住宅，所以它一个永续经营啊。所以好的社会住宅是不会是赔钱货的。那反而现在的政策，有的从化的底费地都把它卖给财团，那这个杀鸡取卵。我们为什么不把从化区的底费地的产权保留在市政府的手中，然后拿这个土地去贷款，然后就有钱融资来盖房子，然后盖完之后呢，就可以出租，就可以有租金回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就是一个发展策略的问题。那同样的，交通老是要以市区，好像进市区是唯一的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环状化呢？为什么不能够创造多一点卫星城市跟副都心呢？那边也有很好的生活机能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到七期，到台湾大道啊，他可以在丰原，他可以在大甲，他可以在清水，他可以在太平，都可以过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需求，甚至就近的地区也可以工业区、学校，好，这些都可以均衡的发展。所以我是觉得，一个好的城市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然后所有的硬体、软体的建设是为了让人生活在这里有舒服、幸福的生活，而不是城市为了人，是城市为了人，不是人为了城市在忙碌。那现在台中市的发展模式就是错的，就是不均衡的发展，也不可能永续发展。只有均衡的发展，才能够永续的发展。好，那必须要有一些新的思维跟策略。就我讲的，就是说以交通为导向带动的开发，这个在都市发展里面叫 TOD 啊，叫 Transportation Oriented Development， 就是你把交通运输大众的系统开到哪里，那附近因为交通很方便，那土地很便宜，马上就可以变成了好的住宅区。那以前到郊区是要开车，好，就是像以前的 Garden City 花园城市啊，好，大家当趟城区就没落，大家有钱人因为用车嘛，就往郊区。可现在用大众运输系统，对吧？中产阶级他也可以住在比较外围好一点的环境，因为他进市区啊有大众运输系统，所以现代城市跟我们以前的想象不太一样。那台中市有这样的条件，因为我们的腹地很大，然后刚好也有山海屯、县市区都有，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把交通弄好，然后带动各个区域的均衡发展，那会各取所需，会有士农工商都找得到他们应该居住，还有他们工作或他们自己退休的地方。
您竞选以来，其实民调都是赢过您的主要对手，不过最近有一点点接近的趋向。那其实您05年开始参选市长，然后12年当选台中市第6选区的立委，其实这些年来大概9年，您都在台中试图要深耕，虽然您不是台中人，那可是其实当立委有一个困难点，就是您要专心审法案就要在台北，但是乡亲又希望很常看到。那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加上现在民调接近的情形，您要如何去说服乡亲说您会是一个很称职、很够格当台中市长，大家要把票投给您？我当然10年前选过嘛，所以我对台中已经有很多的主张，再加上这10年的经营还有生活经验，尤其是倾听基层大家的需求。那我在中央也当过政务官当过好几个就是幕僚长或者行政首长，那这些年当立委大概就是所有问政也跟都台中的发展有关系，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角色，但我的核心关怀就是台中的一个城市的发展所以最后累积，当然我就比就是一般的人更丰富，包括我的政见我的选民服务，还有我对台中的文化各方面的了解比如说我出过一本城市的一个愿景的书叫做城市梦想家现在就是进一步再版成城市行动派很少人像我一样对一个都市有这么样宏观而且很细微的一种主张。第二个就是我出了另外一本书叫做嘉龙带你游台中，是一本观光旅游的书，就是我在台中生活，然后不管是好玩好吃或者是特殊的文化啦景观，那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它变成一本畅销书。这个就代表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处处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对台中的一种观察，然后时时我们都有机会去为台中做事。那么也因为这个样子就是说台中市民是普遍的是认为应该换人来做。那么因为胡市长做了久，然后我又准备了10年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社会心态上不会觉得说这个接棒会有什么问题。那民调的高低，其实我们自己做都还维持很稳定，大概10几个百分点，不成什么变化。这个是当然各家做有时候会高低不太一样，跟民调也只是参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去体察人民对这个政府他的一个期待。那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家可以寄希望的人？如果是的话，那个选举就会如顺水行舟那如果说我们很勉强的想要去说服别人，或去动员支持者那不是顺着这个城市希望发展的趋势的话，那当然就比较辛苦。10年前我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我刚空降台中，我必须很努力去说服说我爱台中，我了解台中，而且我有能力把台中做好。可是10年后就是说大家已经可以接受说林佳龙选后也没走，继续在那边经营，而这期间有非常多的对台中的一些主张或者贡献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水到渠成。那反而我的对手他会现在比较像逆水行舟，因为人们给了他13年。一般来讲如果说8年就是2任的县市长，大概都可以有很好的政绩。那如果13年都不能够讲出让大家眼睛一亮，好像高雄对不对？叫爱河跟捷运对不对？那你任何会让人觉得说那为什么没有亮点？或再给你4年就会比较好吗？那你不能讲说厝起一半师傅袂使换，而是你要盖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为什么13年还盖不好？这个时候我的对手当然就比较辛苦嘛，他其实是跟社会的一个认知其实是冲突的，那就会选得比较辛苦。那选举结果当然也不是谁能够预料，我也不是因为台中好选我才去选那我也不会因为现在选情不错我就松懈，我还是按照我常年的为人处事，然后我希望这个城市更好，然后慢慢的越多的人了解跟认同我，就变成了我的分身。现在的情形是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就是好像强龙之战
林佳龙有办法在民调上领先。其实如果说深入基层，你会感是人心思变，而我刚好是一个他们可以寄希望的政治人物。那我未来做的好坏也要被检验。可是胡志强已经做过了，好坏是一回事，但是就是这样。那能不能有新气象？大家会觉得说，不是城市都一定要同一个人做市长嘛？我们可以改变里面去创造新的可能性。好，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嘿啊，谢谢，有机会跟大家报告，谢谢。谢谢，亚比总刚才讲。